来是屏东雾台乡的消息，有9位登山客长到当地真出名的回旋谷来爬山撩客，因为山区落大雨涨大水，因怎调离的河床的对话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马上赶到场采扫啊，协助因撩过岔漏的溪水。最后，所有的人拢平安。也毋过，规个过程是惊险万分。虽然9个人拢有申请登山证，但是是毋是有讲入去禁止进入的范围，爱搁调查。溪水涨大水，民众用伞绑好了后，直接跳入水内。对方的救援人员一直扭伞，这个画面看起来让人真紧张。水深到胸坎，这个查某人同款是绑好了后固定伞。这个查某人规个人浸伫水内，同款透过救援人员甲游过去。昨下晡2点外，消防人员接到消息，有7男2女，总共9个人伫屏东雾台乡嘉茂村的回旋谷撩溪，因为大雨造成溪水涨大水，掉入对岸。当时呢，因为溪水真岔漏，水深头就1人悬。消防人员经过评估了后，架设伞救人，经过2点外钟，成功将9个人拢总救出来。目前正调查其行经路线是否有违反本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，如有违反，则予以开罚。回旋谷有通爬壁，有深潭会当跳水，也会当水港10外公尺的香水墙，这是出名的撩溪的景点。虽然讲条例内底9个人拢有申请入山证，不过敢有入去禁止进入的范围，相关的单位爱去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